常老师知道以后，她伤心的终日以泪洗面，现在闹得差点离婚，被她老公气得住进医院了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最关心她的人，没想到人心善变啊！哪家医院？东方医院。 丁小柔的地址我搞到手了，搞定！我还发现上次洛伊在礼堂演讲的视频呢。那你拿了吗？没有啊。干嘛不拿？哎呀，下次再找老师拿吧。梦姐，你家花有熙现在是越来越会骗人了，害死我了！ 我这个儿子一向信用额度很低，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，他干嘛了？她说小晴被老公打了，住到医院去了。我去医院帮小晴讨个公道，发现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得很。你活该，让你还一直惦记着人家的老婆，为一个不爱你的人值得吗？趁早放弃吧。我给你介绍新的相亲对象。 小庆，应该就是前面这座了。哎，喂，啊？不好意思，走了。如果万一他不想见我，贸贸然进去很奇怪。哎呀，不会的，走吧。真的，不能走了。小舅，我和佑熙可是犯了不尊师重道的罪，才帮你要到这份情报的。你这俩愿望不就是为了见到丁小柔吗？ 现在都到他家门口了，你又不进去了，打退堂鼓了。这事高低得给弄明白吧。咱往坏了想啊，就算丁小柔现在有男朋友变了心，也可以断了你这个念想啊。人总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吧？知道，可是。 走了。哎，小舅，等等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您知不知道有个叫丁小柔的女孩住在这一栋啊？丁小柔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块是住着个女孩，长头发、大眼睛，长得挺漂亮的。对，我倒见过她几次了。那您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她家人呢不常回来，这跟附近的邻居也不太熟。要不这样，你跟附近的人再打听打听吧。哦，好，谢谢您啊。谢谢。走了。我们这次总不能白来啊，留个字条给他吧。许久不见，我在大厨料理的铁板烧料理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唉，如果不方便去铁板烧店，也可以到美女乐社花店找康公子。有任何消息，本人会亲自传达，这样就好了。薇薇，我贴呢，你又贴，他不是找我就得了吗？还有你中间传消息。说你木头，你还真是木头。美女都善变，
如果她现在要是有男朋友了呢？她要是不想直接来找你的话，我这个中间人还可以了解整件事情的过程。如果她要是故意摆高姿态，我还可以成为你的女朋友，帮你挽回些尊严嘛。干嘛？你嫌弃我啊？我只知道你的好，我只知道你有多重要。我曾经知道我睡觉，对我身体不好，你是我的爱呀。我常自暴。 乐伯，我们去宵夜。上海菜。好。康子睿 ，Amber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我跟康导是好朋友，来谈点事儿。谁跟你是好朋友啊，坏女人！哎 ，Amber， 别弄了 ，Amber， 你放开我！放开我 ，Amber， 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开我！ 好啊！流血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你呀，坏女人！你干嘛一直上船啊？都怪你上船！吃啊吧！谢谢你们来陪我，谢了。 哎呀，别那么客气啊！你平时那么帮我们，我们今天就帮你做那么一点点小事儿，也应该的。你是不是因为丁小娥，所以心情不好啊？这个可笑。平常解决你们的问题就那么简单。 但面对自己就解决不了，哼！
能艺人不能自艺。来，别讲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今天呢，我们陪你喝，尽情的喝，不醉不归。他们呢？没回来啊？他们没义气。哎呀，别管他们。刚了。刚。我跟你说，把这些呢，还有这些东西都清理一下，都规划出来，知道了吧？儿子，你怎么整晚都在打电话呀？出什么事儿啊？佑熙电话打不通。一定哥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臭小子只有他想被你找到的时候，你才能找到他。你说小舅他也不接电话。啊？小舅谈恋爱了？怎么了？佑熙跟小舅不能用电话。哎呀，这臭小子，他骗蓝老师的事啊，我骂了他几句，他就离家出走。儿子，放心，这种游戏啊，你妈年轻的时候玩太多了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月的零用钱都给了美宝，她玩不出什么花样来的。不是妈，我们都说好，小舅心情不好，我们陪他去唱 K 的嘛。结果我去了，人都不在了，就连万家电话也打不通。通常呢，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。什么意外啊？美宝，佑熙给你打过电话没有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是他最具压力的女朋友，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了，怎么可能给我打电话？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回家之后给高文俏打个电话问问吧，好吧？我问问他。好了，别担心，万家和三毛在一块儿，三毛一定会把他送回家的。妈，你说他们两个都不接电话，你说两个会不会都出事了？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喂，华先生您好，请问您今天还续住吗？不住。哦，如果不住的话，请您在12点之前办理退房手续。好。谢谢。哎，请问你知道我们昨天怎么来的吗？哦，昨天晚上有一位出租车师傅送您2位过来的，他在前台给您留言了，出租车费用已经从您的钱包里拿走了。就这样。没了。没了。好，谢谢。
华先生你好，这是您在本酒店住宿1晚账单，请您过目签收。1500块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是这样的，昨晚那位出租车司机呢，把你2位送过来的时候，酒店的标准间呢已经客满了，所以给2位开了一间情侣头房，价格呢比起800元标准间稍微贵了一点。贵了1倍还是贵了一点？是这样子的，情侣头房的设施呢要比标准间豪华很多，它备有双人淋浴、双人浴缸，以及专为情侣设计的双人豪华床垫，相信你一定享受到了超凡的体验。真的很超凡的体验，我什么都没体验过。 请问2位需要有什么？不乐意餐。等一下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哦，谢谢。吃早餐。吃什么早餐啊？走了。哎，1500块1个晚上，早餐都不吃啊？这女孩是谁啊？说了你不认识。 哥，子睿，没事吧？严重吗？这还有你事儿吗？你还待在这干嘛？子睿，我爸爸跟这里的院长是好朋友，我已经让 uncle 叫最好的医生给你了，你让我看看你没事吧？康导，你别碰他！啊！你怎么了，妹妹？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我戴进你的眼睛会？你怕什么？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又没伤到眼睛，等伤口愈合就好了，别担心。再说了，就算你哥我真成了独眼龙，肯定也是最帅的那位。你干嘛？我要把这珍贵的画面拍下来，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妹妹没有女人味儿？到时候啊，我就拿给她看，告诉她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味儿。好了，还哭？以后呢，哥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有我这个妹妹在，那就足够了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想跟你谈笔生意。你是不是查到你小舅什么消息啊？何止是消息啊，简直是惊天大爆料啊！哟，我儿子有出息啊，还有爆料呢。来，告诉我。这个消息包你看了3观颠覆，哪能这么容易给你啊？给我。给不了，这真给不了这个。 给不给我？我跟这个消息跟得很辛苦的，帮我把信用卡先还了，就给你看。臭小子，敲诈到你老娘身上来了！哎，这个不是敲诈啊！你想一想，绝对是公平交易，物超所值。再说了，那如果说我信用卡欠款不还，银行会有记录的。以后买房子贷不了款，你想我可能要看一辈子呀。好了好了。 快说，给我！你真的要看吗？做好心理准备哦。现在知道为什么万家和小姐昨天晚上一夜未归了吧？ 林东，今天万佳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昨天晚上呢？也没有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以为你们一直会通电话。我们还没有到每天报告行踪的地步。我也不喜欢这样。你喜欢女朋友每天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吗？啊，万佳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聊到你呢，你就来了。我有个朋友过生日，我就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礼物。那你随便看。嗯。哎，对了，
你昨天晚上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？我手机没电了。你手机没电了？啊，那你去哪儿了？我跟 Amber 在一起啊。和 Amber 在一起？对啊。整晚吗？我们聊了一晚上，然后后来聊着聊着，我没注意手机没电了。你什么时候和 Amber 有这么多话可以聊啊？我们就聊爱非爱的事情。他呢，他想在店里买一批新画，想问问我的意见。我跟应东，哎，王佳，应东，哎，王佳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们刚刚跟 Amber 在一起。你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？啊？好了，不要再逼他了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你们两个在一起？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，但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是啊，大家不都在一起唱歌吗？怎么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？一整晚都在一起啊？丁怡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昨天晚上真的去唱歌了，但我们俩喝醉了，让那个出租车司机给我们送到酒店。我们是在房间里各自睡了一晚，但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妈！我真受不了了，我快死了，小乔！坚持就是胜利，加油！手机给我。不行，是你让我帮你保管手机的，我要现在给你，你给康子睿发微信，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你坚持不了，我得替你坚持，加油！小乔，求求你，把手机给我吧！啊，我保证，我不给他发微信，我就看看他有没有发微博。我帮你看过了，没有，放心吧。铁石心肠，良心被狗吃了。你说我呢，还说他呢？两个都有。小乔，把手机给我好不好呀？嘿嘿。你装可爱也没用啊，现在是关键时候，你得 hold 住了。男人的心不是求回来的，你可是 Amber， 这点道理用我教你吗？我已经 hold 了4天了，我早就破纪录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要死了，要死了。我说怎么没有康子睿的消息呢？还以为他浪子回头了呢，原来是开始拍新片了呀。这么多人，哎，他进剧组了。坏了。小舅请大家吃饭。我说你是不是耳背啊？我说我知道了。你不明白这顿饭的意义吗？
不就是要澄清和玩家的关系吗？我说你是个感情白痴，你还真是啊。首先，小舅和万家的关系到底是要澄清还是要公布，现在还不一定呢。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。如果澄清的话，那对你最好了。应东跟万家在冷战，你这个时候出现，舍我其谁啊？啊！如果他们要是宣布在一起了，那我还没想好呢。你自己去吧，我不想去。你傻呀！天赐良机，你能不能追回万家，这顿饭是关键呐。啊！哎，菜来了，火开了没啊？哎，来了。哎，万家，梦姐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学校有事儿，来晚了。坐吧。啊。好啊，来，万家，你坐这儿，你是主客。嗨。小郑。坐。啊。好了，现在人都到齐了，有些话我准备了很久，今天也该说说了。姐，别这么严肃，让他们都不敢吃东西，吃了再说哈。啊。你请人来只是吃火锅的吗？你有什么话？你不要怕失去他，缘分。
万佳，我去看一下。万佳，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？多尴尬了。怎么了？还在想梦姐说的话？她今天说的话是有点重了，不过你要这么想，一边是她弟弟，一边是她亲生儿子，她能牺牲的也只有你了。想开点吧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说什么？我是想问。梦洁都这么说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你跟韩定一之间的关系？你觉得我现在跟英东之间算不算是已经分手了呀？你向他解释了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因为我怕我说什么他都不信。两个人之间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那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？关灯吧，睡觉了。哎，薇薇，我真的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坏女人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我觉得梦姐说的挺对的，我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抓在手里，根本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。你只是缺乏安全感，你不想失去他们，也害怕你的拒绝会伤害他们。我觉得梦姐说的特别对。如果不是我，韩定一可能早就找到他的幸福了，而我跟英东之间，可能根本就不是爱情。每个女人都想嫁入豪门，而英东对我。可能只是新鲜而已，因为他不了解我这样的人，他好奇，所以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韩定一喜欢你是他的自由，就算你没有拒绝他，他也有权利选择继续喜欢你，或者是离开。说到底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你自己的身上。英东他虽然说是豪门，但是谁说豪门就没有真爱呢？你想嫁入豪门，也不代表你对他就没有感情。谁说豪门和真爱之间只能2选1？可是现在，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，我不配拥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永远都是最可爱的小公主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。薇薇，有你真好。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你有什么就说吧。我想，我的梦该结束了。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2个月来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做梦。我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会醒，可是我又真的害怕会有梦醒的那一天。现在想想，2个月够久了，我该醒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和我在一起不开心？
我很开心。可是这种开心它好不真实，好像是一场电影。我既是演员又是观众。作为演员，我希望这部戏可以永远演下去。可是，作为观众，我知道，电影总会有演完的一天。时间一到，就要散场。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我很平静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喂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，玩家，我要去开会。你就再多留5分钟都不行吗？就5分钟。玩家，真的1分钟都不行。第一个，你是不知道佳佳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还没回来吗？对啊，手机也无法接通，我担心他会出事儿。昨天我们聊了一整个晚上，我觉得他心情不太好。是不是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刺激他了？我觉得是。你先别着急，也许他只是想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。这样，我们分头找，有消息我们再打电话。好。原来你在这儿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了一天，都快急死了。怎么了？我跟英东分手了。那个，我听微微说，找不到你。你没事就好。丁一，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